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在月24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看，今年一度的金马奖昨伫国父纪念馆举办。虽然今年因为两岸的政治议题和中国的电影界人士无来参加，不过典礼游玩真精彩。其中电影《阳光普照》甲《返校》拢摕到5个奖，表现出色。 第56届金马奖23暗举行，虽然这边和中国封杀拢无人来参加，甚至时间加厦门的金龟奖抢网，也无游玩有真侪特色。第一遍无主持人，加时间拢留予电影的工作者。你笑着不说话，看着我。 歌手林生阳的流火歌声，甲阳光普照主题曲《远行》重新编排，呈现新的风貌。所有来表演也真精彩。刚刚也是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返校》《光明之日》。歌手雷光声伫咧演唱时阵搭配剧中嘅白色恐怖。 互人敢若登到电影的剧情内面，伊连续第2年入围总算提奖。这届金马奖返校摕到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5个奖，阳光普照也摕到最佳剧情长片加最佳导演等5个奖，这2部电影摕上最奖。我相信我吃的苦绝对没有比在下各位吃的多。然后，当然台湾就是这个样子，没人拿着刀子、拿着枪抵着你的头压着你的脖子，说要拍电影，这是我们喜欢做的工作。我该看作是《死亡之作》的最佳女主角，由马来西亚的杨艳艳、拍卖火星甲官的李心洁以历代好摕到。在新马做演艺这条路真的不容易，我每天晚上都想要放弃，但是我每天早上都重新做一个决定，我要继续走下去。 终身成就奖颁予资深的艺人王宇甲黄彤，影帝是陈以文摕到。最佳新演员是由下半场的范少勋摕到，最佳男女配角分别是张诗颖甲刘冠廷。虽然政治问题和今年金马奖加一寡风波，不过金马奖主席李安讲，电影无需要勇敢，鼓励热爱电影的人继续用电影表达家己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 联合报为着避免本土语言消失，国家语言发展法编定，12年国教课纲对111项年度开始，各高中嘛要将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等国家语言列做必修。学校嘛烦恼1礼拜只上1节课，效果有限。中国时报最近几年，每年大约有200位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被收养。卫福部统计。 去年国内收养人头一届超过国外收养人，国内收养以1岁到3岁囡仔为主。如果囡仔出现发展较慢，或者是身心有状况，大部分嘛是以跨国境出养为主。苹果日报这个月11号，香港用枪支射着伤的香港学生周博云。 伫昨头一届举办出院了后，举办记者会，伊呼吁香港人爱踊跃投票，向全球表达香港人对抗威权的决心。继续来看香港禁服兵法，进前和香港高院宣布是违宪，不过却来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香港高等法院搁再颁布7天临时的暂缓令，表示禁服兵法到这个月29进前有原有法律效力。 进前，香港理工大学变做战场，香港警察甲后面穿乌衫的人看做暴徒，拢甲抓起清场。也不过，禁服兵法进前，互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违宪。在法律上，赢得真少看胜利。也不过，随即遭到中国人大强硬来护决。香港高等法院2日颁布7天临時暫緩令，一直到港府離校提出上訴。我哋認為一條違憲、違反香港人權嘅法例，一日都嫌多。 蒙面法根本上係完全無助於解決而家香港嘅社會爭議。我哋喺度再呼籲就係特區政府唔好再嘥納稅人嘅錢去上訴，或者去申請延長呢個暫緩執行令。
泛民主派议员表达不满，强调若是港府一定要上诉，也是申请延长暂缓执行令，民主派奉陪到底。另外，美国参众两院进行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就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也个川普确实讲出，若唔是影响是军兵来开税，香港恐惊在14分钟内底被完全来消滅。美國總統嗰番説話咧，我第一次聽到嘅啫。我哋成日都強調咧，我哋香港本身咧，特區政府咧，我哋係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係用我哋自己嘅力量咧，係處理翻呢個今次嘅一個事件。我哋最終咧有信心，我哋走出個困局。亦都係跨過呢個風暴嘅。不過，中國官方媒體環球網是刊出評論，將香港問題全部怪罪美國，認為香港嘅亂局自頭至尾攏是美國所製作出來。認為美國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是早就已經設好局。另外，在這個月12日，論述激烈抗爭戰場遭受真大損害，香港中文大學也宣布，下禮拜一，也就是2號，學校內底所有部門會恢復運作。記者宋華報道。繼續來關心，針對澳洲媒體報道，有一位導航的中國間諜提供中國插手台灣選舉的資料，傳聞提醒國人要小心注意。另外，羅清德在台南做事時陣嘛講，若是中國要強佔台灣，咱大家要勇敢拒絕。為了替民進黨一個花蓮立委參選人蕭美琴做事，總統蔡英文這個月已經第2擺來到花蓮徛台。面對選情困難的還拿大票倉，蔡英文愛花蓮民眾收看賣蕭美琴的重要性，也宣布明年將調關用力津貼。0到6歲的小朋友的照顧哦，從200億的預算一直提升到600億哦。那麼同時呢，我們也提升了我們這個公共服務的這個部門，包括幼兒園準公共化哈，還有這個托嬰的跟保姆系統的建構。總共我們大概120萬人嘛，一年增加3萬塊嘛，這增加36億嘛，大概這樣呢。我們甚至也考慮可能在台富條款也要做一些調整。那選情增加政策力度，對澳洲媒體報道中國間諜投降後，提供幾分鐘將政治干預台灣選舉的資料。蔡英文提醒民眾需要謹慎細膩。在台灣參加造勢活動的副手羅清德是呼籲民眾看賣香港，想看賣家己。中國要影響台灣這一次的大選，這個意圖是非常明顯的。我們每一次的重要的選舉都有看到中國介入的影子，而且這個越來越明顯。咱和香港無共款，中國若要來摕台灣，一定要經過咱的同意。你講是啊？唔是啊？上屆好的方式是安怎？向中國講咱無愛。蔡英文中到時即離開花蓮，前往基隆宜蘭繼續輔選行程，選前剩49天，各種政策甲統獨議題哪來哪激烈。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參加副手張善政在台中頭一屆共台替立委參選人有聲勢，不過傳出中國間諜公開在去年到合一選舉把捐款給韓國瑜，韓國瑜嘛回應，伊若受提錢，就退出總統大選。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拜六在台中行透透。針對澳洲媒體報道有中共嘅間諜，講北京當局只是干涉台灣大選，甚至去年嘅9合一選舉就暗中幫助韓國瑜有捐款。韓國瑜否認，講這是抹黑嘅第2粒血單。2018年縣市長選舉，我選高雄市長，不要說2000萬人民幣，我有拿1塊錢，共產黨的錢1塊錢，我辭掉高雄市長。今年總統大選，我有拿共產黨1塊錢參選中華民國總統，1塊錢就好，我立刻退出總統大選。上海公安的政安分局在昨暗時發出回應王立強事件，講外國媒體報道的中國特工王立強是涉案的盜犯。上海公安在今年4月19日以涉嫌詐騙罪對伊立案調查。韓國瑜除了定情抹紅，也講真歡喜看到蔡總統加碼有力津貼。如果蔡英文總統要學習我們這個政策，只要能夠幫助台灣少子化的問題能夠解決，我也欣然樂觀其成。看到蔡英文總統願意跟着我們的政策，我非常高興。韓國瑜除了做規模，替共黨立委參選人友台聲勢，副手張善政也第一遍甲韓國瑜合體助選。在南疆當處長顏政飄也連甘寬興的造勢場下，替國民黨的政黨票催票。謝謝各位。我較無歡喜，我較袂爽，看到這面國旗的民主，一定愛支持。政黨票也一定支持國民黨，好不好？
眼睛表活跃全力抢关政党票，才能和韩国瑜好好做代志。国会小组拼过半，也甲现场陪送入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距离选举愈来愈晚，周末假期拢有不少造势活动。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就去高雄替党内参选人加油。针对第三势力要合作争取国会席次，宋楚瑜表示愿意替别党的参选人徛台。另外，宏凯创办人郭台铭嘛头一届替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徛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脚拄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接力就台，为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徛台。吴敦义正式把密会郭台铭，请伊帮忙辅选。是不是能拜托你来帮韩国瑜同志，让他能够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同时，我们有区域的立委，如果你方便的话，也请你能够帮忙一下。郭台铭用行动辅选拿下立委参选人，不过今时也将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徛台辅选。郭台铭强调，甲吴敦义见面是要解释为什么填郭家军土城立委参选人，其他拢是吴敦义过度解读。至于总统蔡英文淡出连到6会由国家备保同齐市，上早提出这项政见，郭台铭都跟各界安尼做。他不是要花多少经费，而是台湾没有未来的人口，台湾就没有未来。这是一个国安级的问题。现在很高兴呢，这个两党都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好的立法委员进到国会。郭台铭更加提出升级版，强调唔拿国家市，也爱健康体力市。这项政策会由伊支持的立委参选人帮忙伫国会实现。唔拿郭台铭辅选拿委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再去到高雄为亲民党4名立委参选人加油，也表示愿意为第三势力其他友党徛台。比较刚刚开始创立的政党，我愿意为大家一起好好来服务。只要我们坚持的是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用情绪绑架勒索的方式。辅选之外，针对家己的两化看法，宋楚瑜表示，两化关系应该坐落来讲，伊也向中国化会台湾土生活人支持两化和平，唔通让伊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少，今日的天气甲昨差不多，各地拢是侪云好天。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随着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减少，各地侪云好天。北部日时高温2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不过北部的日夜温差大，愈暗天气愈凉，暗时的高温18到19度，嘛会开始落雨。另外，对拜一开始一直到拜5，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甲东北部会开始落雨，明仔雨势上明显。不过东南部地区影响无大，拢会当维持伫侪云好天的天气形态。来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对6月开始，警方发射万华粒的催泪弹，未少囡仔出现过敏、皮肤病，甚至喘气出问题，都将近1000位的家长带囡仔上街，呼吁政府停止使用化学武器。孩子，政府有责。家长带囡仔看到保护囡仔，政府有责任的口号，讲袂当再再用令政府一直使用催淚彈破壞香港嘅環境。我要幫小朋友企出嚟，因為而家催淚彈實在太過肆無忌憚咁樣去放。讀中學嘅13歲女學生也甲爸母最近來聲援，一直將軍路嘅學校已經停課幾多天啊，因為就算甲教室嘅門窗攏關起來，人也是無爽快。很臭。你有什麼反應？身體就是不舒服嗎？可能有些頭暈的什麼的。遊行發起人沈小姐是2個囡仔的媽媽，雖然伊在屯門地區並無射真濟催淚彈，不過也是有不明氣體。門有不明氣體嘅時候咧，佢係喺學校嘅。咁雖然政府冇做進一步嘅調查，知道嗰個不明氣體嘅來源啦，但佢係即係雙眼係唔舒服咗成個星期咁。香港加油！5大訴求缺一不可。現留由馬來西亞華聯來聲援。我昨天有去理大，身為一個地球人，不應該說香港這些問題只是在於香港。因為明仔載就要舉行區議會選舉，遊行伫咧正和平理性之下結束。
针对香港民众拢讲，伊明仔载拢会去投票，也希望莫有任何影响选举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伫中华分园139线有一座50公尺高的电塔，伫昨熊熊大火爆炸，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不过电塔大火原因也阁需要进一步调查。经地下响袂煞，远远一座50公尺高的红白铁塔，清出浓浓的乌烟，直冲天顶，甚至几啊摆传出爆炸声音。靠近一看，电塔本身已经着起大火。上顶关倒落来啦，边仔民众就咧讲可能电线走火。消防人员协报了后，赶到现场，也毋过毋敢贸然靠近，因为电塔还未断电。电啊断啊！但我确认者，我确认电。半点钟了后，工作人员赶到关掉电源，消防人员开始爬上悬的所在，先提打粉灭火器，拍化干净的火势。另外一边会当看到工作顶也咧导火，好佳在经过抢救，火势初步得到控制。有没有人受伤哈？没有，这边没有人驻守。起火点都在塔上的电线，是不是？就是塔上铁塔，那沿着电线燃烧。这座位伫中华分园139管道上的微波高塔，是台视公司租予广播电台作为基地台。至于详细导火原因，也要经过消防单位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学校伫下课时间，校门口拢有不少家长等要接囡仔，嘛是交通上塞的时阵。有一位伫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爸爸，研发一套 App 系统，改善接送的等待时间以及交通问题。记者全部开学校门口，逐工只要到下课时间，为着要接囡仔下课，学校门口甲战争共款。看到这点，一位伫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家长，研发出智慧接送 App， 大大减少伫学校门口等待的时间，然后交通袂搁再拍架。那我平常要去接小孩的时候，就是打开 App， 然后按个开始回报。学校这时候他就会知道说我即将在1分半后就会到，那他就会提前先帮我把小孩子先准备好，那我一到了就可以接到小孩。以前后面可能会排队排很长，那现在大家几乎都是车到了，小朋友接了就走了这样，所以很方便。研发者表示，接送人需要先进行手机号码认证，互幼稚园会使清楚接囡仔家长的身份，让囡仔的人身安全更加有保障。因为以前家长来接就会造成大塞车，造成整个光华2街都在塞车，所以家长的邻居们的进出就很不方便。最大好处是让小朋友他不用长时间的在校门口等待，因为我们的计算非常的精准，目前的误差值大概在10秒钟以内。未来新竹县市政府拢有意思，甲公立、甲私立的幼稚园适当使用这套智慧接送 App 系统，减少家长等待囡仔的时间，利用科技来降低塞车的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看108课纲大修改，就有人讲这是台湾最近20年来改变上大的课程改革。除了适用新课纲的学生家长烦恼，使用旧课纲的学生家长嘛真操烦。108课纲讲求的是素养，对还是不对？问座谈家长新课纲重点，佮请几多位校长来说明教学情形。全国家长会长联名办理说明会，帮忙用新课纲的学生家长找方向，替用旧课纲的学生家长做连结。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想就由这一场来了解一下他们后面对小孩子有什么改变。有家长无清楚明年后年会考刚会出现新课纲内容，阁有即马9年级的家长烦恼，明年囡仔读高中用108课纲，除了原本的考试，阁爱准备学习档案，升学压力真大。现在这个履历报告要去准备吗？我觉得小孩其实，课业压力没减重，可是要多花时间来准备这些报告，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疑惑啦。只要把目前他们所选用的教材以及延伸的阅读的一些素材呢，只要经手内容，我相信在学测以及会考上呢是不用担心的，孩子足够来应付。
辛苦工实施要活4个月，部分家长又完真烦恼，想要免除囡仔因课程甲考试招生改变变做牺牲品。阁有人直接讲，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要到啊，会来检查候选人的教育主张决定票要安怎投。记者小新志明新北市报道。连续9年伫台湾举办的国际雏鹰运动比赛，1月23伫台东正式开始，总共有来自28国家300多位选手参加，同时嘛透过比赛带动台东观人的观光。23东海岸天气是真好，金准渔港外口的鹰特别适合冲鹰。海面上来自28国300多名冲鹰好手分组来进行比赛。国内外冲鹰好手拢讲，金准渔港外口有适合冲鹰的三角鹰，而且海风甲水温也拄啊好，是台湾上好的冲鹰的所在。The forecast is going to be amazing this week, so of course I'm super confident with the wave size. 浪况的变动很快，所以要及时要去掌握一些浪头那些等等的。咱国家世界冲鹰联盟合作举办第9年的世界长棒总冠军赛，加世界青少年冲鹰总冠军赛，由地点适合，今年搁再增加 QS3000男子短棒积分赛，亦搁提升金准渔港是国际级上好冲鹰地点的名声。我们举办的赛事最重要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提升我们台东的一个在冲浪界的一个知名度。这项国际冲鹰大赛会在台东连续举办15天，台东县政府也伫比赛周边也提供冲鹰运动的基础训练场，希望利用比赛机会带动国内冲鹰运动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消息，香港伫今日就要举行区议会选举，18区总共要选出452个区议员。香港即摆情势如何？来看公视第1台特派记者陈淑君伫现场上新的观察。是主播，即马记者人伫香港铜锣湾的民政署，今仔早起香港区议会投票是为早起7点半开始，未到7点，其实现场都有真侪排队的民众。即马观众朋友嘛使看到排队的队伍是老长哦，真侪香港的民众拢讲，即届选举对因来讲意义无啥相共。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的投票，就这样。所以其实是带着一点沉重的心情。对，所以我今天这么早起床。对，其實我不用那麼早起床的。恢復平靜啊，跟以前一樣就好了。係為咗個宣明出嚟投。係啊，同埋一齊啦咁。打處咋，係啊，打處咋，我都唔識㗎嘛。今仔投票時間是到暗時的10點半，大約飯店之前票就會開了。以前大約攏有4成的投票率，今年的投票率敢會增加？佫有到底是親中派還是民主派會贏，攏是外界真關心的重點。公視第1台記者陳淑君、張樂水佇香港的採訪報道。感謝淑君佇現場的報道。繼續咱來看健康的消息。電子烟的問題真多，唔來引發許多嚴重疾病。美國上新的研究嘛指出，因為電子烟的化學成分對目睭的傷害真大，可能會造成青光眼。電子烟的外形真水哦，各種的水果口味，唔那少年人愛食，甚至真做袂少戒烟的人的替代品。有一段時間我自己想要戒煙，所以經過朋友的介紹，我有買過電子煙。可是我發覺我抽那個電子煙都會嗆到。研究全球因為食電子烟引發肺部疾病案例是逐年增加，甚至出現死亡案例。美國上新的研究講，電子烟唔但對肺部影響大，對目睭的傷害也袂少。因為電子烟內底含有化學成分，可能造成嚴重併發症，包括青光眼，也有視網膜病變。本身都是這些氧化物，對我們眼睛多多少少大概都有傷害。電子煙裡面70%以上，裡面都還是含有尼古丁的成分，所以尼古丁本身就會對黃斑部會影響。食電子烟的人得到打目症的機會是一般人的4倍以上。而打目症就是各種目睭病變的前兆，但是繼續食，症狀可能會繼續來惡化。吸起來要有點新快感哦，他們有時候都含有一些這個像血管收縮劑這種情況。那血管收縮劑它會讓我們眼表的血管本身也會收縮，所以達到你的乾眼症症狀會變得比較明顯。由這陣電子烟無法通關，去國外買電子烟也無明確表示內底含的化學成分。若是長期來食電子烟，少年人得到青光眼這個風險可能會上升。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台灣附近的東北季風減弱，水汽減少。今日天氣甲昨差不多，各地攏是多雲好天。
继续，咱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